酱爆是业公司为化妆品生产到大港各个品牌产品热销海内外，承令董事长柯以哲自细汉就父亲的教导，业精于勤，荒于嬉。不论学业、事业，拢离不开勤恳努力的态度。随着父亲过身，柯以哲接手家族事业，也将追随父亲立新工业脚步，这次以父亲许国松的名义，完成一台救护车，希望会当为社会做贡献。孝顺父母是我们酱宝化妆品的一个核心的力量，那也是公司的基石文化。当初也是靠着这一股力量我们才有机会成为 LV 集团的供应商之一。那父亲的理念就是这个业精于勤，荒于嬉不管你是在学业、事业、家业上面，爸爸的谆教诲，我身为他的儿子都铭记在心也谢谢他的这些谆教诲，我们不敢有一分的怠慢。消防局长李明峰表示，台南市一档的救护件数有9万件，永康地区人口高达23万，救护量的需求也相对较济。这次后进的救护车完整配备12道程、骨针加自动苏醒器等，会当救回真侪生命。台南市一年呢，跟各位报告，一年的紧急救护呢要9万多件，而且成长率年成长率是6%到8%之间一直在成长，只会成长不会下降了因为像我已经66岁老人了我们老人人口越来越多，所以需求也越来越多。那么我们消防局的弟兄们，我们都感谢议会的支持，还有市长的大力支持，所以我们的消防人员的紧急救护都经过很好的训练，而且我们也自己训练高级的急救技术员，所以跟徐董报告，就是说救护车你交给我们消防局，那我们会好好的来应用它，来把这个需要的人把他及时救回来。像现在上面的这个自动 CPR， 还有12道程，这个可以救很多的人。科家以孝道传家，可以这将对父亲的思念化为大爱，来守护永康地区的民众。未来也将会持续参与各类公益活动，为社会贡献力量。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。